有统计来显示，台湾2018年到2020年，台湾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人数有变多。不过去讨救兵找专业人士斗相共的人却是真少。学生团体含心理师等专业团体，呼吁总统候选人就要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。 没有心理健康就称不上真正的健康，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。一句话点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，为着让老师更加侪支持，各地方政府为2020年开始配合教师法，针对高中以下的教师提供亲像个人咨商、团体咨商等支持服务。今年教育部补助地方政府的上限为去年的650万提高到6000万，扩大能量服务有各款压力的老师，包括工作适应。 辅导与管教学生经验、亲子沟通、生涯规划、压力调试、人际关系、情绪管理等服务。其实我感觉辅导系统是上后边，伊是上后边的物件哦。 迄个源头伫对，即个物件是教育部爱去了解。专高中理事长侯俊良本身也是国校的老师，伊认为咨商确实通减轻压力，但是也建议爱设立制度，协助亲属之间的沟通。校园幸福，一起守护。 唔但老师、学生也同款有压力。学生团体指出，台湾2018年到2020年的青少年自杀人数有咧提悬，但是只有1成要向专业的辅导人员寻求帮助。因要求要公布相关的数据，赶紧完成学生辅导法的修法，推动心理假、课纲甲师资的培训也应该要调整。 辅导原理跟实务应该要纳入师资培育的必修课程，应该要把情绪教育以及自我觉察的概念纳入下一波118课纲修订的这个总纲。 学生团体又是认为，加强校园的社会安全网是真重要。另外，因为台湾升学比率高，学生踮伫学校的时间较长，学校对照做提供学生帮助真好的管道。望政府通发现台湾学生的心理问题，而且解决问题。记者会也有来自民进党、国民党加民众党的立委加立委候选人到场支持。记者郭文良、随林玉凯台北报道。